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给人的印象则相对低调沉稳。李泽钜1993年与小他5岁的王复兴结婚，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共育有3女1子。自从1991年开始担任长江实业集团副董事总经理以来，李泽钜一直遵照父亲的意思，在家族企业内打拼。目前已是长江实业集团副主席。外界盛传他将会是李嘉诚的接班人，但李泽钜曾多次说过，他最忌讳的一个词儿就是接班，最不愿听到的一个词就是接班人。他说，父亲正年富力强，精力智力旺盛，他不会这么快退休。他让我们兄弟负一些责任，仅仅是分担父亲的部分担子，使他更能集中精力处理大事。同时，这也是对我们兄弟的锻炼。现在傳媒談接班問題為時過早。爸爸佢好識用錢嘅，佢好識用錢嘅意思就係佢知道佢生命之中邊啲嘢對佢係緊要嘅。譬如佢覺得，如果佢可以喺佢一生人之中幫到有一啲冇咁好彩嘅人，無論喺醫療啊、教育方面嘅嘢都好，咁佢覺得嗰樣嘢佢做咗，令佢係更加感覺上更加富有嘅。佢又老實喎，問佢你係咪今日有冇蝦子翅啊？頭先我落問佢。通常我哋禮拜一夜晚咧，一定聚埋一齊食飯嘅。如果唔係喺呢度，就係喺外婆嗰度。咁每個禮拜如果係大家都講明係星期一啦，咁就啲時間可以容易預計到啦。我咪聽成日話佢蝦芝芝嘅，我咪叫佢唔好蝦。頭先我落問佢，有冇蝦芝芝啊？佢諗錯啦，少少啦咁。哇，少少啦。你哋唔好鼓勵佢。冇鼓勵佢鬧佢嘅係。以前呢就教佢做人佔99%啦，依家有時傾下生意都會有嘅。三分一講生意啦，三分二依然教佢做人嘅道理。如果想過著一種富豪啲嘅生活呢，1960年我已經絕對有呢個資格嚇。但你信唔信喺佢哋出世嘅時候呢？阿維塔64年出世嚇。Oh, thank you. Later, please. Yeah, after later. Thank you. 我呢帶佢哋去嗰啲木屋區，帶佢哋坐電車巴士。當時我已經自己車司機有。同埋每一個禮拜呢樣嘢咧，每一禮拜食同一樣嘅糖水，食咗4年約5年。每一個禮拜係同一樣一模一樣嘅糖水。唔係啩？係啊，番薯糖水我而家唔會食番薯都唔會。我一定唔肯食番薯度。我覺得自己好幸運就係，可能人哋估計唔到咧，真係生活係幾咁簡單。而幾咁簡單唔係話咁就好苦，我覺得幾咁簡單咧，係幾咁幸福。方寸之間自己嘅天地，自己認為一生之中呢，你做好多事呢，你確係付出金錢、付出時間、付出心意去貢獻俾人，呢個係令到你一生引以為榮自我。